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含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一块囡仔歌唱讲排骨仔队，巴肚哪水贵，胸坎哪流推。意思就是讲一个人营养不良，消散落肉，也毋过巴肚煞大大坑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北北啊北第4条。大语字典解说北就是藏咱人的肚，包括五脏六腑的所在，咱讲是北内。另外北肠会当讲是人的巴肚内脏，嘛会当讲是一个人的肚量或者是心肌。无食物件，巴肚空空，咱讲是空腹；啊，若巴肚枵，咱讲枵巴肚；想要吐，咱讲扁腹；规巴肚，咱讲是满腹。另外，老师食歹巴肚，有人讲是老巴肚，无人讲是走腹；抑个有心，咱讲是大巴肚。开刀生囝，毋是自然生产，也就是破腹。啊，若上气，咱讲是规腹火；食信任的人，就是心腹。啊，若半山腰，咱讲是山腹。无穿衫，人讲是烫腹体；食物的营养或者是知识会用的吸收，咱讲是调腹。食钱毋是空的，咱讲十腹。胸坎嘛，有人讲是顶八卦。去杀了一个人，有人讲杀了顶八卦。另外烦恼，咱讲是八腹。像咱新闻常常讲到，坐囝坐八腹，坐新妇坐体塔，这是讲到过去父母操烦逝世的心情。另外，这个文音读做福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北内，会当讲是动物的内脏，嘛会当讲是一个人的内在甲学问。第二个词读做隔腹，意思就是共爸过母的血缘关系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咱咧讲家己人讲北内话，虽讲这对兄弟仔是隔腹，也毋过感情真好，亲像是共一个老母亲生兄弟仔。有啥物款的心内事，拢会直接讲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北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福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